顶回读到第9页线吼，先来掀到第9页线。好，来画面甲放较大咧。等下我摕一下滚水来啉者。好，顶回读到入台传诗的家吼，即第4章啦吼，开头遮尔吼。伫第9页，咱第9页已经读煞吼，所以咱今仔日要继续看看第10页进前小，我足紧甲即段读过，互大家知影讲故事讲到倒位啦吼。曲说大川寺徛起伫静水边，有一个新妇某生一个囝，叫做清流。为着不正照当时的法度，就写遗嘱互伊去。迄时清流还细汉，光阴亲像箭，两边过了几若年，至今已经23岁。虽然无爸无母，犹顾殷勤无业，种一棵厝，互众人大学乐吼。23岁还未嫁，伫迄当阵应该是算足晚嫁啊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啦吼。对吼，我袂记甲恁扭起来吼。这应该先设一个共同的主持人才对吼。哦，马文，教你哈。好，无问题。甲一个人扬衫脱死来要做吼，志勤看毋是实，拢总写绝。哦，这段得啊吼。头前讲志勤23岁，搁种一棵厝啦哈，就是还未嫁嘛。所以呢，后壁讲介济人扬衫脱死哦，这其实这段应该是接煞伫顶一段啦吼，应该是同一段。我这貌似怪怪。介济人扬衫脱死吼，来要做。扬衫脱死就是再三拜托啦吼。扬就是用啦，阮讲用较侪哩，我记得我较早拢听母讲用。用人就是拜托人请人做啥物代志吼。咱来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吼。我毋知影查用还是用啊，先对阮泉州腔出去啦吼，用 IONG 拍做 IONG 吼，用吼，漳州腔叫做央吼，用就是拜托人哦。写托人啦吼，比如讲拜托人写，就是用人写吼，拜托人帮我写吼。较早人袂晓写字的时阵，只有用人写吼，用人写啦吼。来看一下字典的这个原文，用伫倒位呢？用伫遮吼，
塔诺姆哦，你若定来看日本戏的哦，塔诺姆即句应该定听着吼，拜托哦，克利啊吼，塔诺姆，塔克斯鲁，伊来斯鲁，伊来伊拉啦吼，用人写吼，迄度呢，塔弄的开的莫老吼，就拜托人写吼，相款意思。好。咱搁转来一个小说家哈，小说哦，所以扬沙托氏吼，就是扬沙托氏啦吼，扬甲托拢是拜托的意思吼。介一个人扬沙托氏要创啥？来要做，后壁无写吼，来要做亲情啦吼，来要替做即门亲事啦吼，来要做是即个意思。至今看毋是实，隆重写作，啥物叫做毋是实？隆重写作啦吼，隆重写作应该理解啦吼，隆重该拒绝啦吼，写作谢绝嘛吼，毋是实，啥物叫做毋是实？咱来查一下实吼。毋是当然理解嘛吼，毋是实。OK， 我毋知要安怎解释，但是知影意思。但是你若现书店吼，有3个，但你大书店有收3个字吼，3个字是共即个音实吼。第一个是好实气嘛，火花气吼。第二个是信物，实的迄个实吼，就是无去啊吼，还是无够额吼，还是错误吼，都要讲信误错误吼。第三个就是做事迄个实，劳动工作实吼，做事。做啥物实？半字实，囡仔扮大人实吼，即拢是做工的意思吼。实场是讲做工的工场啦吼，实场吼。含迄个告别市场是无共吼，告别市场毋是实场哦，迄是食场吼 ，SEK 吼，这是 SIT。所以毋是实是啥？毋是头路。我是通安尼解释啦吼，毋是头路，实就拄则讲空气嘛，空气啦，空气啦吼，空气啦吼，其实我会讲空气，毋是头路啦吼。所以即个毋是实。迄个庆华教授是讲毋正样啦。嘿，之前看毋是实啦吼，毋正样。对。伊讲伊是，我毋知伊这算中文还是，伊讲恁讲是中文的解说，毋是实吼。当然，伊原底是白话字、罗马字，又甲伊用汉字写，然后后壁是写讲不成的样子，危险。伊迄个加一个英文讲，伊汉字是写啥物？写做头的实，石头的石嘛吼，嘛是石头的石嘛吼。写石头的石对。然后伊搁一个英文讲。being far from good， 就是含离迄个好足远的，being far from good 安尼。像我教授是安尼读。所以原来是石头迄个是安尼无毋对啦吼，就是讲看这毋是头路啦吼。大概另外一种讲法，这毋是头路啦吼。我毋知像马文你敢有听人讲应该知啦吼，有听人安尼讲啊，这应该是足普遍的讲法。是并不听。这应该咪是。用你来判断，就是一般会上门的啦吼，别人来找，大部分可能迄个别人条件拢袂较好的。嘿。一般啦。嘿。若准讲，迄个别人的条件比我较好，是我去找伊，哪伊来找我？对无？不管查甫，我即马要去娶一个某，
一定是我想着我足介意，我才毋去找伊嘛。啊，即摆即个志勤就是人来扬衫托是要来做，即个做是做人嘛，要来做媒啊啥嘛。啊，志勤看看，啊，这讲咱拢毋是，就真正伊讲毋是实啦，啊，毋是实，就即个金华教授拄解着种 far from good， 含迄个好实在是差太远啊，拢啊记出来，应该是啊。毋是石吼，毋是石头啦吼，毋是石头，这毋是石头。好啦，咱来查一下石头的台语，敢你顶有收无？石头 ，THAU， 伊嘛是敢若写劳动工作，石头真暗吼。另外是讲毋是头路。我看有头路有收无 ？LOU 第7声。头路职业、家业、营业代志哈，代志哈。食石头、食头路、找头路、歹头路毋通做，做懒散的头路，头路直，无人管教。所以毋是头路，毋是石头，拢无即个延伸义啦吼，无即个延伸出来即个意思。无，我是讲词典无迄个延伸出来意思，就用伫像即种情况的即种鬼蛇啦吼，所以词典无看着吼。毋是实清华教授所写讲毋正样。会当理解，但是讲来的人就拢毋是啥物好物，我就无认为是安尼啦吼，无一定啦吼。讲起来，即个大川市因兜可能原仔算好囝啦吼，应该是原仔袂歹过啦吼。啊，当然即摆讲龙总下绝的，毋是讲大川市啦，不管是好歹，龙总下绝嘛吼，所以毋是我认为毋是讲来的拢歹，是。逐个安尼扬衫托势来要做吼，互伊感觉就即个华语叫不生其扰啦，太困扰的吼。啊，就是嘿，啊看，无可能袂匹配，袂，就讲感觉啊，毋知安怎啊，这真正是含伊所想的差相啊，归去。我认为毋是讲，我认为讲毋是讲来拢歹，还是讲。无介意啦吼，无一定是歹，嘿，就无一定是歹啦。但是伊认为讲安尼，逐个拢来安尼，一直来交扰，互伊感觉这毋是办法啦吼。华语这不是办法，这毋是头路啦。以我的口语的讲法啊，这实在是毋是头路，这毋是石头吼，袂使安尼。代志毋是安尼做就对啦。应该安尼讲，我若讲要用另外一句白话来解释即句话，就是代志毋是安尼做啊，逐个拢来吼，伤含糊。所以毋是实吼，我认为是安尼意思啦吼。志勤看毋是实，都看即个办事安尼袂使吼，不像话。华语安尼讲吼，所以隆重下绝吼，规期隆重拢莫来吼，拢甲恁拒绝安尼。所以即个毋是实，我认为是安尼用法啦吼。你若要叫我家己用，我嘛是安尼用法吼，毋是实吼。毋是石头啦，我讲我袂讲伊是石，因为我惯势或者是讲我较早学来，我袂讲敢若固执用一个石啦，我会讲这毋是石头，这毋是头路安尼吼。好，当然。歹势，迄个准直讲啊，权迄个权限无开，所以可能袂了。啊，我有找着迄个白话字，台语文所谓典藏资料库，原来有放即个小说。啊，伊即马网站顶悬的就是倒手边是白话字，正手边是汉罗人参写，所以目前咱是读到徛伊应该算第1章的款，伊就是出死线01，啊01内底各分几落部分，啊咱是读到01内底的第4部分，正做换算，这要算第4章也是安怎？因为伊即个小说啦，就是敢若有分，我毋知伊迄个编排是安怎。对咱来讲，当然看页数，啊，搁有伊迄个数字啥遐个，啊，正是读到数字第4啦，所以其他的朋友会使罔参考。
OK，我有甲即篇文章伫咧我诶迄个 folder 内底有刷过位吼，我袂记去改，所以我即马甲迄个悬案搁放出来，恁搁试看觅看会使袂？好，来，咱转来小说家吼。哎呀，我来搁定下呐。好，来后一段吼，啊无，大家先来读一下即段啦吼。尊德兄，我欢迎你来含读啦吼。啊，若你若歹势，还是有啥物原因无方便，袂要紧吼。介绍人扬衫托事来要做，好，马文。介绍人扬衫托事来要做。玉玲。介绍人扬衫托事来要做。尊德兄，看你方便无？介绍人扬衫托事来要做。嘿，玉文。介绍人扬衫托事来要做。志勤看毋是实，隆重谢绝。有志勤看毋是实，隆重谢绝。好，玉玲。志勤看毋是实，隆重谢绝。尊德。志勤看毋是实，隆重谢绝。玉文。志勤看毋是实，隆重谢绝。楼骹有兴趣读的吼，做你举手啦吼，无就无爱甲恁扭啊吼。好，后一段，厝边的人，通通学落伊目色真真减，哇！这我真正毋知影啥物意思吼。那我知影意思啦，但是这真减这种讲话，我第一道听着啦吼。较早当然捌读过啦，袂记啊吼。厝边的人通通学落吼，即个通通吼。其实我嘛是伫台语嘛，足罕咧听安尼讲啦吼，通通，但是即明显是足早以前人就知影安尼用啦吼。即本小说是当时写19敢若20几年的款吼，所以足早。1926年出版。对啊，日本时代写的吼。厝边的人通通学落伊目色真减，真减，歹势吼，真减。KIAM， 咱来查看觅啊，减，真减吼。我真正袂记啊，我较早读过，我嘛是袂记啊，真减。减就是刀剑的剑咯，敢若即字尔咧，所以真来的意思咯。我看监理顶敢有即个减减点提防的意思，双喙倒刣人背减，所以真减。伫即只你若看监理顶为有即个形容词的即种用法的吼，减点提防的意思，即嘛小可动词的意思，真减。敢是即个意思？看起来嘛是教授是直接解说目色真咸安尼，就无讲目色当然咱会知影目色如何嘛，目色有好有歹嘛，伊是直接甲目色真咸即4字当做一个词去说明解说安尼。我现主是还袂查着，可能是咪用目色真咸找看觅啊，其他的字词顶有收无？啊无敢若咸一字就。各位讲的，迄纸本的字词，恁咸就敢若讲咸尔，嘛无讲其他的啊。迄咸就是一种延伸，目色真咸。一种延伸意思，一种就是足赖嘛，咸赖嘛，吼。另外一种就是即只讲咸
检点提防，这嘛是可能其中一种意思啊。暗检相逢吼，大理大词典的即个鬼蛇多就是小可即个意思吼，暗检相逢。我看一下吼，检。因为天王教授是把即四字用做一个词来解说，伊就讲独具慧眼，有眼光。爱佫讲迄个剑，因为咱看到剑是 KIAM 第3条嘛。嘿。伊讲剑即字后讲做剑 KIANN 安尼第3条，所以即两字剑和剑，敢若因要画安尼，啊后壁加一个用knowledgeable，就是有，就是讲有知识、有见识，敢若是安尼款。啊，你讲伊鬼色是啥？目色真哪嘛？独具慧眼，有眼光。就是毋是来，就是真目色真光真明安尼就对啦，吼。嘿啊，迄阵，所以这有哪就是变成讲，咱知影遐个字，啊去查古一字，可能就是变成爱去看前后文，去看讲，伊个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所以清华教授直接查，直接解说目色真咸安尼。哪咸？咱一般可能拢会哪咸足来安尼嘛。嘿，大理大词典吼，找台语无？剑有两个意思啦吼，一个是刀剑，一个是镜吼，照镜迄个镜，有这两个意思。安尼就是清华教授讲，就是迄镜。清华教授就是讲，嘿，就是讲。剑即字嘛有做镜，即个讲法，就是甲即摆阿宽所讲的，伫迄个大日教迄个大词典内底有讲剑嘛含镜是敢若相款的意思，听起来敢若是啊。然后我倒来个查者吼，伊是镜第五意思，咱来查只镜第五意思镜吼。来，小等者吼，来 copy。我找迄落找台语吼。啊，伊照一本，才另外一本字典台华，啊有3个意思：精明、剑、刀剑的剑，啊佫厉害。嘿，好，来找着啊吼。大理大词典呢，即个镜即字吼，就是你照镜吼，照镜 mirror 迄个镜吼，第五意思叫做慧眼吼。头前当然镜就是头前 mirror 吼，迄个莫讲吼。第五意思叫做慧眼吼。来，伊个例句咱来读者吼。迄个趁真目睭真镜，有无？就是拄则目色真咸吼，共款一模一样共款即个词啊。只是用大理大词典收伫镜即只啊，目睭真镜吼，目睭真咸，目睭真有慧眼啦吼。那后壁个例句是，若要经好内行个较镜吼，内行个较镜，mirror 迄个镜吼。若要经好内行个较镜，内行个较够镜啦，目睭较看较明，看较清啦吼，较内啦吼，知影讲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。若要经好内行个较镜吼，你嘛会使讲内行个较咸吼。迄个趁真目睭真咸，即嘛是讲逐个拢学了即个字形，目色真咸，目色真镜吼，慧眼吼。所以就是拄则金华老师讲呀，即个人真正目色真安怎，我袂记伊个安怎。独具慧眼。哦，对，就是慧眼嘛吼。对，慧眼。咱来看一下日文版的慧眼是安怎讲的？为虾米翻做慧眼？镜第五个意思吼，就是起眼吼，就是慧眼吼，汉字就是慧眼，或者是目が鋭い就是来吼，或者是目が利く吼，利く就是来啦。你若写汉字就是来，写锐利拢写锐啊利拢会使吼。鋭い也是利く，所以就是目色真来啦。我拄则嘛无过，我摇嘛是摇对啦吼。目色真来的意思吼，
目色真镜，当然嘛会使讲目色真明，人敢若镜啦，真清真明安尼吼。OK， 所以就是安尼意思啦吼，真咸、真镜吼，真赖、真明吼，真光。好，好来，即段敢若一句尔，咱逐个来读吼，即句。厝边的人通通学了伊目色真咸。来，马文。厝边的人通通学了伊目色真咸。玉玲。厝边的人通通学了伊目色真咸。俊德。厝边的人通通学了伊目色真咸。玉文。厝边的人通通学了伊目色真咸。好，继续吼。目色真咸啦吼，经东经西吼，其实伊无经过，拢拒绝啦吼。至勤何如德吼，何如德就是即个儒性的即个品德啦吼，何如德。何如德的风声有吹到大川兄的鱼空吼，即个风声用吹吼，吹到鱼空去吼，就是有听人讲啦。就想吼，就你想讲，这何如德的儒主是难得处吼，难得处就是真恶德啦吼，真罕得看到啦吼，真罕啊，真稀罕吼，遮尔好儒德的儒主，就一日带去偷看。我毋知影啥物叫做偷看，知影啦，为啥物是带去偷看吼？咱继续看啦，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，就托媒人求亲吼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为啥物是带去偷看？就一日去偷看，咱会当理解吼。带去偷看，我就感觉怪怪吼。但是应该无别项啥物意思啦，就是带，就是一般你若汉字就写一个门下底四点迄个带哩吼，引带啦 lead 吼，或者是就是 lead 啦吼，就一日带去偷看吼，应该是就即个带无别个字啦，我查者吼 ，CHHOA 第七声。带，甲二顶受拄则我讲的迄字汉字带，佮另外第二个就是引带的带吼，引导啦吼，我是应该讲引导迄个导吼，引带共款嘛是引带嘛吼，带路吼。另外是就是带某迄个带吼，带某迄个带就敢若即三字带尔，都无别项带但是讲带去偷看这三字用踮遮拢怪怪吼，带去偷看。大理大词典嘛是敢若带某甲引带即两个尔吼，为伊带某，带一个某互伊带去偷看。好，我无理解，你若知的人则补充吼。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吼，看了有介意吼，介意就是介意，大家知啦。我袂晓解释吼，介意就是有意爱啦吼。就托媒人求亲吼，托就是拄则阳三托四迄个托吼，共款即个托吼。就托媒人，我读关调变第八声是因为我变调去吼。就托媒人，拜托媒人啦吼。媒人是各地方腔口无共吼，阮讲人吼。来查一下。我药是毋是大理大词应该收呢 ？LANG 第五声。
确实吼，这是阮泉州腔啦吼，所以大理岛这边是收毋人吼，但是伊嘛有收其他腔口梅人甲梅人吼，这两种。漳州腔两种啦吼，梅人吼，没人啦吼，这个无啥物好解释啦，只是这个音即嘛较罕咧听人讲泉州腔即嘛较无遐尼流行啊吼。人即个音就可能有人无听过。好，来，咱来读者吼。至近河鲁笛的风声，我想看觅，即句落长，读两句啦吼。至近河鲁笛的风声，有吹到大川遐的鱼空。来，马文。至近好女滴的风声，有吹到大川遐的鱼空。OK， 有灵。至近好女笛的风声，有吹到大川遐的鱼空。准着。至近好女笛的风声，有吹到大川遐的鱼空。刘文。至近好女笛的风声，有吹到大川遐的鱼空。OK， 鱼空吼，伊即只是写鱼空啦吼。比如讲马文甲玉玲可能关系漳州腔就是讲鱼空吼，H I N N 有迄片音啦吼，无共腔口尔啦吼，不要紧啦，做你读不要紧。好，过来。就像遮好女笛的女子是咱嫡厝，马文。遮像，毋是就像，就像遮好女滴的女子是咱嫡厝。玉玲。就像遮好女笛的女子是咱嫡厝。准着。就像遮好女笛的女子是咱嫡厝。咱嫡吼。你敢有 download 啊？我即摆迄个文本你 download 会落来袂？看会着袂？我应该有 download，我即摆看马文的迄落网站。我顶头即摆这 link 无，这是迄个，我是讲我拄则打迄个 link 伫个 chatroom 内底 link 应该是会使吼。好，来，玉文。就像遮好女笛的女子是咱嫡厝。好，过来。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。我看觅，好啦，做一个头了吼。就托媒人求亲，来，马文。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，就托媒人求亲。玉玲。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，就托媒人求亲。准着。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，就托媒人求亲。玉文。就一日带去偷看，看了介意，就托媒人求亲。好，来后一段。至亲是细字的女子吼。头前讲好女笛啦吼，即嘛讲细字吼。当然无共意思啦吼，即嘛只细字是讲谨慎小心啦，应该是啦吼。嘛有谦虚，嘛有迄种要怎讲谦虚的意思啦吼。等下咱继续看就知。至亲是细字的女子，忽然听到即个消息吼，提时毋敢，
提示毋敢吼。志勤是细字的如字，所以我嘛是阁无介清楚即只细字是指什么？是指伊足谨慎、足细字呢，还是讲歹势？可能毋是歹势啦吼，应该是谨慎细字吼。忽然听到即个消息吼，听到就是台川市所托的即个毋人来求亲的即个代志吼，提时毋敢吼，提时毋敢。提时就是提时啦吼，过来一个毋敢，毋敢是啥？毋敢嫁吼，毋敢结婚。咱来查一下即个教理，因为台语即个教理的用法吼，其实毋是敢若华语内底敢不敢迄个意思尔吼。毋是 dare not， 毋是 dare 吼，敢 dare 是第二个意思吼，台语大词典收两个意思 ，dare 是就是华语讲你敢不敢吼，是第二个意思尔，敢做吼，敢做吼。伊另外一个意思是大概吼，这是台语才有的吼。华语可能无啦吼，我无介清楚，但是这是台语有两个意思吼。其实这两个意思是无小可爱你爱理解啦吼，你才有法度通用吼。大概咱来看例句吼，敢毋是吼？可能毋是哦吼，大概毋是哦吼。你会使讲敢毋是吼，但是即马你若除非你台语讲足老吼，无你袂晓安尼讲吼。尤其是迄关系讲华语的吼，是华语讲到即马已经调的迄种的，已经无法度讲敢毋是啊吼。敢有去？可能有去哦吼。你要讲probably 吼，伊有去安尼。你华语你会晓讲，你讲可能大概，你就是袂晓讲敢哩吼。可能大概拢都会讲，就是袂晓讲敢有趣，这华语无安尼讲嘛吼，所以你袂晓讲啦吼。所以才扣转来，你啊惯势安尼讲吼。敢毋是哦，敢有去过哦吼。敢毋是安尼哦吼。这惯势安尼讲吼，无你就袂晓用啦吼。好，这是教理。咱拄则来讲，咱转来即个小说家吼，讲提示毋敢。当然，即遮有一个毋字吼，都毋是大概啊吼，应该就是 dare 吼 ，dare not 吼，就是毋敢接即门亲事哈啦，毋敢接受即门亲事即个意思吼，提示毋敢。但是即个教理爱晓用就对啦吼。好，来继续看咧吼。听见讲啥物？听见大川兄的家是竹下厝，吼。我无啥理解啥物叫竹下厝吼，等下再看觅。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，这应该是拳头师傅，伊写第一声拳吼，可能毋对去吼。我摇啦吼，应该是对去。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吼。我听见大川兄的家吼是竹下厝，吼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，佫是咬接骨的女医师。等下吼，即个女是指啥啊？老爸。即个女我一时仔无理解啥物意思。佫是咬接骨的女医师吼。好，来，咱来一字一字查一下吼。有疑问的所在啦吼，查一下吼。有时啊用药的拢毋对去吼。大川兄的家是竹下厝吼。红霞厝我知啦吼，竹下厝我就毋知啦。
竹啊做遐吗？敢会安尼讲？咱来查一下大理大词典，竹遐吼 ，TEKHIA 第七声。无竹遐即个物件啦吼。大理大词典无收竹遐。啊，开一个啊，即个找台语。嘛无竹遐 ，TEKHIA 第七声对，我无写毋对吼，完全无吼。但找台语就是已经所有网络顶找对的拢已经找过啊。竹遐无吼。好，确定一下竹就是咱所知影迄个竹啦吼。我确定一下 ，TEK 就是斑布吼，即个竹吼。竹遐竹，哦，竹字多啊吼。甘你顶收两叶吼，会竹。但是我拄则足紧甲显过，会当做遐敢若嘛是敢若即个竹啊竹吼，其他我看拢袂当做竹啊做遐吼。木竹吼。这拢毋是嘛，这拢无可能做遐嘛吼，所以敢若我会有法度做遐，就敢若迄个竹啊竹吼。啊遐敢有别个字？我看觅啊。有时啊吼，想讲一定是安尼，结果又毋对去吼，结果毋是咱所想的安尼。遐两字尔，狗遐遐，甲即个红遐厝的遐吼，红遐厝的遐里有厝遐。遐样，装撇遐，装撇遐，花头遐遐摇遐做吼，就是无竹遐啦。好，我即马咧想啦吼，为虾米叫做竹遐？因为伊可能毋是用竹讲啦吼，直接是甲竹讲，佮破平了，切做一块一块来做遐安尼砍吼，啊若敢若迄个红遐迄种砍法安尼吼，叫做竹遐吼。啊，但是竹遐厝是啥物意思呢？竹遐厝是毋是讲这厝是较高级啊？吼，我无理解啊吼。因咱即马无法度判断咱对竹遐厝，因为当然。以阮较早阮大，迄间拢是用迄种烧的即种用红土去烧的即个遐吼，当然是比竹遐较袂拗嘛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你若讲迄当阵用较歹，就是用草做草厝嘛吼，用草去做厝顶的厝，但是袂讲草遐啦吼。竹遐，所以竹遐可能是比草佫较好一撮啦吼，应该是像阮迄种用迄种红遐吼，应该是较后来的代志吼。竹遐厝，好，大川兄的家是竹遐厝吼，应该是你讲因兜较好过啦吼，我理啦吼。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吼。有名，真出名吼，写有名。拳头师傅应该是无毋对啦吼，是我讲拳是 KUN 第5声吼，毋是第1声。对，迄个清华教授嘛有纠正讲应该是拍毋对是啊。嘿，对。应该是第5对。搁来是高接骨的女医师，啊，清华教授讲即个女医师啥物意思？即个清华教授是讲老，共款第2条嘛吼，应该是老医师。所以嘛是拍毋对去就对啦。
吼。对，拍毋所以着。我就伫咧想讲，奇怪，因老爸为什么是查某医师？即个时代讲遮早，应该无可能哦。即马即个查甫变查某即个时代，这是咱即马即个时代，奇奇怪怪，啥物拢有吼。佫是搞接骨的老医师啦吼，老先生啦吼。好，就是真有地位的人啦吼。啊，所以是大诶厝应该嘛是袂歹啦吼。应该是拢这意思。来，佫继续看咧。哦，即段真长吼，袂要紧，咱逐看吼。我毋是惊长啦，我是惊讲到时阵长，逐个要读，是讲咱读嘛一句一句读无差啦吼。如意思过来，亚代川兄是搞雕刻的美术家吼。大川因老爸是接骨拳头师傅啦吼，伫阮庄口拢讲是拳头师傅啦吼。就是较早吼，会晓接骨的啦，会甲你敲即钻着、绕着即种吼，拢是拳头师傅，拢是较早定咧练武的人，定咧有三折功成两义，就是定定你绕着、你钻着，定定骨头讲长去即种咧有无？所以这骨头。拳头师傅就会晓做即种吼，会晓甲你敲骹、敲手安尼吼。好，所以要接骨安尼吼。好，也大川兄这是因老爸吼。啊，大川兄本身咧是啥物呢？是雕刻的美术家吼，熬雕刻的美术家吼，刻红仔的啦吼。当然迄当阵。我想看觅，1920几年写，但是伊即写是伊即个志勤迄个年代，佫是大清的时阵吼，日本人还袂来吼，佫大清你看迄征兵出来，规庄头拢抢安尼吼，这日本时代无可能的代志吼，日本警察规个拢掠去枪杀吼，吼，所以即个大清时代雕刻的美术家。雕刻啥，就敢若刻红仔尔啦。我讲红仔就是人偶啦吼。啊，当然迄当阵无咧刻人偶，刻啥？刻神、刻佛仔啦吼。应该是安尼尔吼。我相信迄当阵。刻神、刻佛，也是迄个布袋戏红仔头。哦，对嘿啊，布袋戏红仔吼，敢若这安尼啊。你讲要其他雕刻啥物其他的物件，感觉有啊？你想看敢有雕刻啥物其他的艺术品的？就汉年啦吼。我认为是较少啦吼。好，我伫当时安尼写，咱就安尼看吼。熬雕刻的美术家吼，意思就是讲，因即家口也无简单啦吼。毋是因这凊彩人即种田的吼，认为讲无介适当就对啦，应该是安尼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布袋戏红啊吼。哦对，所以迄当应该是雕刻即个布袋戏红啊吼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布袋戏红啊，讲是伊刻的。咱来看一下，我即只看无是迄个一大里即个单位啦吼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吼，本来是迄啊我变调是迄布袋戏红啊吼。迄所以布袋戏红用一来做单位哦。当然毋是一仙啦，我讲。我摇啦吼，因为遐布袋戏红拢是用一箱一箱对缀起来嘛。嘿，啊，你缀起来了用冰担去担啊，所以有可能伊两箱布袋戏红缀内底嘛。不管迄是用铁还是用啥，就是用一箱一箱还是用茶底啊，用冰担担，所以可能即个原因我讲迄因为。1926年伊写故事看起来，伊后壁有出现1895年日本人要来进行迄个年过嘛，所以即个时间点可能就是1895年进行。是。啊，第一只进行可能就是也是布袋戏无摆甲足大的番西，
连边仔嘛无重嘛无得，我毋知影，我无拄过迄个时阵，毋知影，所以伊用担，我想诶就是用边担去担迄戏箱啊哩，我摇诶啦，我看诶感觉啊。是啊是啊，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，我嘛是安尼摇尔吼，就是迄担布袋戏红啊吼。当然咱就想啊，毋是迄箱吼，啊伊就讲迄担无要安怎，迄箱还有一个可能，诶是讲，准伫安那，准伫可能声较细声就较歹种，你讲是准伫安那。还有可能无讲，譬如讲即搭迄搭无共款搭，无有就是说你迄个布袋戏有即搭诶，还有迄搭诶，手路无共啊，是毋是嘛有一个即个可能？咱来查看觅啊吼。TANN 第三声，因为我感觉需要查一下，摇是罔摇啦，啊查一下字词典，看迄个验证一下吼，查证一下。担第一个是，即台语大词典吼，担物件吼，一担茶，担下担吼。第二个是千，伊写千吼，1000吼，一担是1000啦吼。比如讲一担钱，就是1000元啦吼，剩有9担，剩有9担钱啊，即拢是迄个担。另外一个共音的字是厚话吼，咱来看是毋是有可能是一个厚话，就7担8担，7担8担，7担8担7吼，厚话啦吼，袂讲袂担，无要听人讲话啦，袂讲袂担。即种担我用法，我今仔日才学着啦，7担8担吼。但是即项一担戏看起来拢无讲介到达吼。我来查一下监字典 ，TANN 第三声。监字典担嘛收两字吼，一个就是担话，拄则讲厚话啦吼，拄则讲厚话嘛吼，就是担话，厚担话，吼就是话拖个南山讲吼。所以后壁第三个就是南山担吼，就是厚插喙的意思啦。你遮厚担话吼，无你的代志，当然是插喙的意思吼。这是担，过来是重担吼，担的即个担，我看伊的例词，担重担大担，出担倒担，剃头担，担位。大卡 ，OK， 所以即个大字吼，伫遮可能就是若敢若即只即讲大位即种讲法啦，剃头大、大位大卡话吼，当然即种大拢是较早拢是用扁担诶咧行诶吼，即种大倒大吼，拢是即个意思。啊，一担戏当然若敢若剃头大、大位安尼啦吼，我想就是拄则变成讲小可延伸出。拄则准着讲的即个意思安尼啦吼，一担戏。好，咱转来小说遮，一担戏吼，遮久伫国中得流行迄担布袋戏红啊吼，就是所以即遮讲的，就是伊即嘛来讲就是迄班啦，迄班迄个布袋戏班，布袋戏班啦吼，迄班啦吼。迄个戏班的意思啦，吼，即个迄担吼，应该是即个意思吼。可能毋是敢若高一箱啦，吼，就是迄个规个戏班，布袋戏班安尼吼。当然我即嘛是我摇的啦，就是较瓦近准着兄讲的即个吼。遮久伫国中得流行迄担布袋戏红啊吼，戏红啊，歹势吼，布袋戏红啊，讲是伊刻的吼。讲即担，讲迄担就是即个人刻的吼，上流行的迄担就是伊刻的吼。也准得西，为什么即只变准得西啊？也准得西迄阵北管这是另外一阵吼，北管北管。灯是伊制造的吼，伊制造的北管灯，
北管我知啦，北管顶是啥？我查一下吼，北管顶。马文，你敢看了最近哎呀，昆花先生嘿？听话教授无另外解说，我嘛毋知北管顶是啥。安尼吼，咱来看可一下。能来查看咩有其他来无？北管顶吼，北管第二声，北第四声顶，直接北管顶啦吼，直接查这看有查有无？北管后壁来甲放一个瓦卡，看有啥物物件。北管曲，伊敢若有首北管曲，北管顶。出台语有无？北管顶。我有找着网络顶头有，我搭咧信息换。嘿，是，小等下，你有打起来晓？来看一下。这是啥物件？你看伊对关键词吼，伊是分开个北管，就是登图鉴的啥物件啦？兔丁，这啥物件？会对是有一张图，我看卖啊。这图含这无关系。北管顶 ，Google 一下好啦，哦。北管顶。无即种钉啊，有北管尔，无看到北管钉啊。吼，好，以后若有人知，再甲咱报一下啦。吼，好，即是讲野准德西迄阵北管钉是伊制作的，吼，非常会水，吼，就是。无怪讲美术家啦吼，伊原来刻红仔以外，佫有做即只钉啦吼。好，继续看咧。又佫是出名诶亚戏红仔师傅，佫是熬手刻诶北管师吼。又佫是出名诶亚戏红仔。亚戏红仔师傅吼，应该就是搬布袋戏诶师傅啦吼。搬布袋戏诶师傅，佫是熬唱曲诶北管师吼。除了会晓做北管钉，嘛是会晓唱即个北管即个曲吼。这应该无啥物通好，佫进一步佫知啦吼。袂晓再讲一下吼。出一下声，我无注意，物件手我看袂着哈。听见几点啊？看一下，哎呦，时间超过啊呢。好，超过好，咱就读到遮啦吼。咱就一人
一人一句甲读了，读到遮啦吼，北关西吼。来，大川兄的家是竹下厝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。我看嘛，好了，读到遮。马文，听见大川兄的家是竹下厝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。玉玲，听见大川兄的厝是竹下厝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。歹势，我头前漏到一句吼，咱搁重来吼。志勤是细二的女子，忽然听到即个消息，提时毋敢。来，马文。志勤是细二的女子，忽然听到即个消息，提时毋敢。玉玲，志勤是细二的女子，忽然听到即个消息，提时毋敢。来，顺德。志勤是细二的女子，忽然听到即个消息，提时毋敢。玉文。志勤是细二的女子，忽然听到即个消息，提时毋敢。听见大川兄的家是竹下厝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。来，马文跳过，玉玲跳过哈，准着。听见大川兄的家遮。听见大川兄的厝是竹下厝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。好，玉文。听见大川兄的家是竹下厝，老爸是有名的拳头师傅。佫是咬接骨的罗医师啦吼，安尼读。好，来马文。佫是咬接骨的罗医师。玉玲。佫是咬接骨的罗医师。准着。佫是咬接骨的罗医师。玉文。佫是咬接骨的罗医师。也大川兄是咬雕刻的美术家。马文。也大川兄是咬雕刻的美术家。玉玲。也大川兄是咬雕刻的美术家。准着。也大川兄是咬雕刻的美术家。玉文。也大川兄是咬雕刻的美术家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搭布地戏红仔，讲是伊刻的。马文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搭布地戏红仔，讲是伊刻的。玉玲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搭布地戏红仔，讲是伊刻的。准着。遮久伫国庄伫流行迄搭布地戏红仔，讲是伊刻的。玉文。遮久伫国庄咧流行迄搭布地戏红仔，讲是伊刻的。即只有一个遮久吼，头前无去查嘛，无去进一步解释吼。遮尔久，遮久的，我认为应该是迄当时啦吼，迄当阵啦吼。当然，这都我知吼。就是讲应该讲遮久啦，现主是即个时对间点，对对啊，可能迄当阵尾啊转有变引起的快，嘿嘿，可能是安尼。咱即摆拢讲遮久嘛，现主是遮久嘛，对啊，迄阵可能伊会强到是遮久啊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咧倒吼。也准德西迄阵北关顶是伊制作的
伊是说伊制作诶，我看嘛，头前爱读本调吼，头前爱做，就是制作诶，后壁会读轻声吼。来，我搁读一遍吼。也准得使迄阵北关顶是伊制作诶，非常诶水吼。大家遮嘿，来，马文。也准得使迄阵北关顶是伊制作诶，非常诶水。来，玉玲。也准得歹势，也准得使迄阵北关顶是伊制作诶，非常诶水。是，准得。也准得使迄阵北关顶是伊制作诶，非常诶水。是，玉文。也准得使迄阵北关顶是伊制作诶，非常诶水。又搁是出名诶举戏红仔师傅，搁是熬唱曲诶北关西。我做一个念了，然后一句才长。我搁读一遍吼。又搁是出名诶举戏红仔师傅，搁是熬唱曲诶北关西。马文。也搁是出名诶举戏红仔师傅，搁是搞唱曲诶北关西。玉玲。又搁是出名诶举戏红仔师傅，搁是熬唱曲诶北关西。准得。又搁是出名诶举戏红仔师傅，搁是搞唱曲诶北关西。来，玉文。又搁是出名诶举戏红仔师傅，搁是搞唱曲诶北关西。嘿，北关西吼，好，咱读到遮吼。楼骹即位歹势吼，有无注意着？欢迎你啦，若有兴趣，再斗阵来读啦吼。啊，无继续听嘛是会使啦。好，咱今日到遮，我来关房吼。感谢各位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。好，拜好，拜。再会。